喺香港深水埗嘅早上，由新香園馳名嘅蛋牛治開始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嚟到香港一定要體驗佢哋嘅茶餐廳文化。今日朝早我食早餐嘅係呢一間店，佢哋間店喺深水埗已經超過咗50幾年嘅歷史，有舊店有新店。今日我哋去嘅就係佢哋位於汝州街嘅新店。通常呢啲老字號嘅品牌，新店嘅環境坐住就會舒服過舊店好多。就係呢一間新香園啦。乜兩位啊？兩位坐。店面唔係好大，揾唔到單獨嘅台，都係要拼台。呢間店除咗有傳統嘅各種茶餐廳美食之外，蛋牛治同埋南乳豬手係佢哋嘅招牌，尤其係麻辣蛋牛治係佢哋嘅首創。牆上邊嘅舊相片訴說住呢間店嘅光陰歲月。烘底大火。要麻辣㗎，要少少辣。一個豬手麵，麻辣大火小辣。係啊。豬手粗麵幼麵啊？幼麵啊？好。2杯熱奶茶。一杯熱一杯凍啊嘛。一杯熱一杯凍。一杯熱奶茶杯凍奶茶。好，唔該。後尾老師傅將我嘅麻辣蛋牛治改成咗原味。佢就話原味先至係佢哋老香港食開嘅味道，我就點咗一杯熱奶茶，糖自己加，照舊我自己嘅習慣，唔落糖。喺香港飲奶茶，唔知點解佢哋嘅茶底味道特別嘅濃郁。呢一杯就係凍奶茶，凍飲係要加收費用嘅。佢哋嘅馳名南乳豬手麵，雲吞麵底，面頭就有2大塊嘅南乳豬手。雲吞麵係我哋老廣鍾意嘅口感，爽口彈牙之餘，走鹼走得非常嘅徹底。兩件豬手超級大塊，炆得軟爛適中，咬入口中滿口都係南乳嘅香，超級入味，非常好食。食麵嘅時候可以加2滴佢哋自製嘅辣椒油，辣到非常嘅夠，可以講係一滴入魂。實話實說，南乳豬手嘅味道同廣州比嘅話，水準真係高唔少。奶茶茶底嘅味道濃郁，拉得相當嘅絲滑。次次嚟到茶餐廳，一係我就點熱奶茶，一係就熱鴛鴦，2種我都鍾意。蛋牛治蛋嘅，唔該。其實喺香港嘅唔少茶餐廳都可以食到蛋牛治。呢間店佢哋嘅蛋牛治又有啲乜嘢唔同之處呢？好多嘅茶餐廳都會用牛肉罐頭嚟整蛋牛治，而新香園嘅蛋牛治，佢哋就用新鮮嘅牛肉嚟醃製，跟住用猛火炒，再將佢剁碎。蛋液就係半凝固咁樣掛喺肉絲上邊。香港老師傅話食蛋牛治，記得一定要同佢哋講話大火烘底，咁樣吐司兩面就會更加焦脆。成件蛋牛治入口，牛肉嘅香混合住雞蛋嘅嫩滑，被焦脆嘅吐司包裹住，非常嘅好味道。整蛋牛治嘅牛肉都係新鮮嘅牛肉，醃完再炒，炒完再賣，絕不隔夜，絕對新鮮。佢哋50年不變嘅配方，完美詮釋咗佢哋對美食嘅堅持。凍奶茶就算飲到最後，味道亦都唔會寡淡。今日2個人埋單93蚊港紙，用微信、支付寶都可以，2人都得。有咩支付？今日嘅視頻喺香港嘅深水埗。喺新香園食蛋牛治、南乳豬手麵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